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5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用什么导数台头先就来报人知。国内在今仔日增加2个移工带病一件个案，另外风声讲台湾有8条非水武汉肺炎疫苗，但始终暂时无回应数量甲时间。国南国造下塔江南今仔举行落水典礼，蔡英文也强调讲，这项让国防更加活力，也提升作战能力。屏东潮州的华安宫因为占到都市计划车路，今仔日举行1000人刷票活动。国内在今仔日增加2个对境外入来带病入境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是对菲律宾甲印尼入来移工。另外，根据英国研究，因发现讲，伫英格兰南部开始有病毒伫咧变种啊，而且是更较高传，因也已经通报世界卫生组织啦。国内新冠肺炎个新增2例境外移入病例，而且拢是无症状感染者。742例是菲律宾籍30多岁女性移工，743例是印尼籍30多岁男性移工，2个人拢是今年11月30来台工作，拢有登记前3天内核酸检验阴性报告。2个人入境各单无症状，检疫基本性采检，2个人拢阳性确诊。其中743例捌伫12月初4接受印尼专案采检，当时结果是阴性。第2次采检才确诊。这2位个案都没有症状，且集中检疫期间，是一人一室也未与他人接触，因此没有匡列接触者。新冠肺炎疫情继续炭烧，全球确诊人数破7000万。英国科学家定义伫英格兰南部发现比即马新冠病毒传播速度更较紧的新变种的病毒株，目前已经超过1000个病例，分布伫约60个无共地区，而且病例真紧增加，已经通报世界卫生组织 WHO。好佳在目前无现象显示新变种的病毒株较爱人命，也是会使即马疫苗失效。There's no evidence so far that this variant behaves differently, but of course we're being cautious to evaluate this properly, as I explained. And so what they're looking at is to see if there's any chan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neutralizing antibodies. And that is something that will be tested for all of the variants that are identified. 根据咱国疫情指挥中心统计，目前累计确诊个案有742例，分别是650例境外移入，55例本土病例，36例都无人对，加1例不明，另外1例530例已读康复。确诊个案中有7人死亡，611人解除隔离，也有124人住院隔离中。记者综合报道。有风声伫咧讲，疫情指挥中心透过 COVAX 平台有买到非水药厂的武汉肺炎疫苗，而且中央航空的飞行机也开始咧增加冷冻加温的设备，通好来运送疫苗。卫福部长陈时中今仔日要回应这件代志，不过详细数量甲时间暂时无被讲明。另外，疫情指挥中心也讲，因无委托航空公司进行加温设备的改装，应该是疫苗厂来找航空公司的。英国甲美国拢开始咧做辉瑞甲 BNT 合作疫苗，即马有消息指出，台湾也买到咯。指挥中心透过国际疫苗分配平台 COVAX 买到辉瑞疫苗，已经委托中型航空做飞机改装，增加液态氮冷藏设备，随时用运送疫苗。卫福部长陈时中15早起出席家己活动时，已经证实这消息。我们是会有啦，这1-2礼拜应该是有一个比较确定的讯息，再跟大家做报告。那疫苗的剂量大概有多少啊？这个好像是透过这个 COVAX 平台来做一个评分的均分的。很多的管道都在同时进行中。对时间甲数量，陈时中强调有较明确的消息会个报告。疫情指挥中心是澄清无委托航空公司改装，根据了解，辉瑞就委托联邦快递 FedEx 运送，应该是疫苗厂家己委托。厂商去跟国际航空公司他们去做类似这样的改装的要求。辉瑞疫苗试验有效率95%，爱做2剂，运送保存伫零下70度，一撮按算以40万剂。专家表示，以空运液态氮运送疫苗，爱克服压力、温度控制问题，爱防止外泄、混装储存，对航空业是未小挑战。绝对不能让它泄露出来。泄露出来，它是一个自行性的一个气体，所以它里面的这个控制器就很重要。如何把它这个冷冻的液态氮，它大概可以到-80、-90度C， 但现在我们要的是-70度C， 所以它如何精准的控制，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冷冻的技术。
华航表示，已经陆续接到真济经业者参详疫苗载运计划，目前正在安排当中。而且华航是台湾唯一得到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以药品仍然运输国际认证的航空公司。中营航空也强调，已经提报民航局甲交通部有辉瑞疫苗运送的能量，未来在政府委托之下，应提供全方位的服务。记者综合报道。人伫咧讲拆迁改败，嘉义科技进前利用中国制造，而且毋是医疗喙암揽入去徛名在喙암内面。经过3个月经办了后，认定嘉义科技所赚的乌心钱有3400多万。检方也依照着药事法甲刑事一个诈欺等罪，甲负责人等人起诉。嘉义科技负责人林明正在对话中讲，应将喙암交予政府物件，佮讲表示非意向就未被抽检，甚至担保进口人是伊，真紧应通关。这是士林地检署进行侦办喙암国家队备案，查到林明正甲中国厂商对话证据，经过3个月调查，伫15定结，以涉犯药事法定罪，将林明正等被告提起公诉。他的手机通讯软体的对话内容中啊。主要发现了一些对话内容哈，那我们认为他的主观翻译是非常明确的，与他先前向媒体陈述那样的一个内容哈，明显是不符合的。他的翻译是很明确，而因此来提起公诉。检方对查发现，嘉义科技涉嫌为中国安徽进口成本较低、非医用喙암，建造台湾生命剂喙암，趁价差。搁伫个被征用国家队期间，向经济部摕到比市面上较俗的材料做喙암，搁去一般通路卖2边趁钱，总共趁3407万。按过事发当时，林明正煞出面反驳，搁表示以国家队为体。我自己买原料，我请朋友帮我 OEM 代工，那个不是普通的医用口罩，每一批回来我都有检测，我们都还要分装。我不是黑心工厂，我真的不是黑心。嘉义科技第8列厂区，林明正改变一直发冤枉的态度，低调无缘假讲，员工看到记者直接将铁门摇落来。他不方便接受访问哦。他不方便是？他有在吗？林明正被指控用中国制喙암假造生命剂来卖，检方除了伫嘉义公司靠伊的犯罪所得830万以外，已经向法院申请核准，扣押伊的存款超过900万，也佫有伫台北土地甲房产。记者综合报道。有航空母舰杀手之称的海军高效能舰艇，今透早举行落水典礼。总统蔡英文除了亲身主持以外，也甲这只国男国造的军艇号名做塔江军舰。另外，今仔日也有举行头一只快速布雷艇交船仪式。总统蔡英文表示讲，这对国防的应用能力有大大提升。现在我命名你为塔江军舰。总统蔡英文上定身体多工级军舰量产型第1台号名塔江舰，伊嘛特别登船巡视布雷艇。那么今天的2艘舰艇都是具有高速的机动性，其中沱江舰深获国际的认同，原型舰经过性能精进之后，具有更强大的打击火力。这摆的塔江舰是依照台东的塔瓦溪来号名，象征台湾做人唔惊艰苦的精神。另外一个意思是海上的堡垒。原本的海军多工级原型舰已经服役5吨外，量产型的塔江号除了提升到700吨，满载船速有30节，嘛装配有3支对空输送雷达。反乱飞弹、甲76快跑系统，会使讲火力强，阁有防空能力。布雷艇有自动布雷系统等等，嘛是台海防御袂当欠缺的。从大型军舰到小型舰艇，每一艘不仅性能优异，而且很快的建造完成。内部装备和零组件国造的比例也日益提升。我们在未来也可能成为西方民主国家相关装备和零组件的供应的来源。自前一站各做畅水艦来起工，到多工级安平艦交船，搁到今仔日多工艦量产型落水等等，国军连续向外界展现国防建军的成果。记者陈雅文、林玉凯依然报道。
讲到今年一直咧起价的所谓货币比特币，12月已经超过美金19000块啊！然后真侪人是兴趣市，诈骗集团也趁机会甲人拐。刑事局最近也抓到一桩假投资真正甲人骗钱的诈骗案，嫌犯伫网络顶头靠一寡人来投资，强调讲一定会趁钱。这半年以来有432人哄骗，受人诈骗的金额大约有1亿6000多万。今年比特币交易嘅市场是真闹热，计小为年初750,000块嘅美金。3月份虽然有落淡薄啊，不过6月份欠关到1万块嘅美金，12月14还佫突破19000块嘅美金，是最近这3年来的新高。因为投资真加热，嘛去引一寡小贪的人，甲比特币假做诈骗嘅手段。因伫咧网络顶骗人下载手机嘅 App， 讲会当自动操作比特币，而且保证每一礼拜拢会当趁至少20%。这个程式其实呢，里面就制造一些虚假的假象。然后好像说，他确实也都获利了。他初期的时候也会确实把这个出金的钱会给少额钱会给民众，来诱骗民众来投资更大量的金钱。初期未少受害者先投资一撮来看卖，有正常摕到红利，所以佫继续落钱落，甚至有人佫贷款去投资。想袂到7月份的时阵，公司竟然讲网站去互土耳其骇客攻击，资金拢互偷摕去，钱嘛摕袂倒来，才发现这是一场骗局。今年7月间却突然来宣称说，因为遭到网络遭到骇客攻击，而导致这些资金被劫走。那本案呢，我们清查发现，总共有被害人432人，那诈骗的金额更高达了1亿6500多万元。受害者袂少，有人损失200万。阁有人去互骗400多万，经过警方的追查，小连续伫湘北、桃园、新竹，还阁有台中等等的所在，抓到29个嫌犯，而且查到空壳公司、甲第三方支付业者的合约书，还阁有手机等等的证物。目前以违反银行法、刑法诈欺罪，还阁有洗钱防制法等等的罪，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苏贞昌今仔日去到立法院接受总质询，强调台湾若准拢锁条条会无未来，若准无爱开放300种猪肉，就无法度排除无益障碍。这个话说去互立委界口实。另外，调也针对着干要强制标示猪肉有300种的问题，经济部长王美花也讲，若准标示落去，恐惊会引起 WTO 的记录。离开放内地进口只剩不到1个月时间，行政院长苏贞昌3号再次表示立场，强调台湾锁国无未来，若无开放内地，无法度排除贸易障碍。讲会严格监督进口流程，甲标示产地，有完无都得到立委的认同。考试政府讲台美关系史上上好，根本就是美国威胁台湾史上上顺手。一直往美国靠拢，而美国马上就一张台湾买单。蔡总统绝对把台湾人民食品安全放在心中。苏贞昌表示，内地政策强调是安第一，影响国际，同时一定照顾国内市第三业。农委会也推出猪肉标准互店家使用，包括苏海游龙、鼎泰丰拢有达。另外，调也正当坚持，内地应该强制标示来基。不过，经济部长王美花认为，那会互台湾成为全球唯一引起 WTO 议论。何况是讲，争取加入跨太平洋火炮全面进步协定。你还没有加入，结果自己就做一个自己专业判断上就非常有可能会被认为，那你都违反，那你怎么样去说服人家？我方一旦完成与所有的会员国的非正式咨商这样子一个步骤之后，我们才会依据相关的这个程序来正式的递件提出申请。对加拿大超市明确表示，含糊300种。王美花表示，加拿大是资源标记甲台湾推动的方向同款。若讲业者原因来做政府乐观其成，此外政府将协助国内市场和8亿市场基金什么时阵上路是各界关注焦点。这100亿的基金，行政院何时要核定？什么时候上路呢？委员，即马不止100亿啊，即马已经来到130亿，甚至将来还可以当增加。立委问内地开放敢会当放做啥样？苏贞昌强调一定会达成，包括互国内食品明确表示国产食品品质提升，到互台湾地拍开国际市场。受内地争议，内阁一直有改组的风声，传出苏贞昌担任阁揆制作到明年底。对此，苏贞昌讲为国家服务，总统甲行政院长上知影互相的辛苦。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明年要进口有3百种的猪肉，台中市是走大省，因也提出检举3百种猪肉的奖励办法。若真正有人违规，检举人通好摕到罚金的7成，当作是奖励金。另外，伫企业内面做3百种的亚康者，佫会当另外领到一笔亚康奖金，上悬会当到400万。头家讲，即个猪皮即马卖输，就是伊扛棒同款，因为伊就是要甲人客证明，伊卖猪肉全部拢是为台湾来的。从猪只来源，我们这个都查得到，然后也有都有证明在上面，这个都可以去调查，可以去查的。所以我们东西都是保证是台湾猪。若进回来源甲本土猪肉的调奖，一项都无减，就是为着要互消费者安心。阁无1个月，就要开放进口美国猪肉。台中市伫15大省通过检举奖励办法，若是确认违反食安法，就会当摕到检举的奖金。可能他的进货资料啦，好，或是说有他的可能也了解到他的相关过去的一个检验证明啊，如果属实，那是可以拿到实际缴交罚款的70%。那么如果是吹哨者的话，另外还有适用食安法的吹哨者的部分。根据目前的食安法，民众检举食安事件，一般的案件会当发罚款收到的金额20%以上的检举奖金。台中市修正检举奖金的办法，甲猪肉或者是猪肉产品内底有莱克多巴胺甲一型受体素的情形，列作重大食安案件。嘛，甲员工检举的制度包括在内，只要有违反食安法，除了会当摕到实际收到罚款的7成，若是员工检举的，也阁会当摕到食安法条款的奖金。照理说应该是不会有担心啦，因为大部分我们都在那个传统市场买啊。标示清楚就好了啦，就是变成说愿意吃哪一种猪就去吃这样子。台中市卫生局表示，法制局发布了后，就会当实施。也若伫嘉义市，嘛共款修正食安检举处理办法。若是检举人是违法公司内部现任或者是离职的员工，确认有违反食安的事项，就会当摕到裁罚的金额50%至75%的奖金。也若修订的自治条例，嘛伫咧等卫福部核备。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即马新民也着爱搬厝哦。伫屏东的潮州的福安宫，已经有100多年历史啊。去年才拄整修好势，刷去互检举讲占用着都市计划车路。庙方伫今仔日招1200人来甲即个庙刷位，要刷到边仔空地下去。风调雨顺。现场千外位的民众分做8组，大家做伙捡大扫，现场真热闹。真足看庙寺下底铁管豆豆啊刷尾10公分，刷庙的大工程总算是顺利开始。被公啊，地方盛事。招收盛事，我们都没有经过这种拉庙的活动，所以大家集了被公的福气，我们大家就来这边参与盛事。这间庙拢总1200栋，你要刷千外人刷是刷袂行，但是阮有机械辅助。本来辅助伊安尼刷的时阵，有一个大家意思啊。遮尔侪人拢来甲八公斗搬厝，因为这间福安宫对日本时代就是潮州在地的信仰中心。开发了后，变做伫个路中央，去年才开始要整修。煞因为是伫个都市计划道路，可能爱拆除，庙方才决定租下边仔的空地，要甲规间庙刷去新的所在。上困难所在是因为你要刷到伊所在遐目的地的时阵啊，目的地的时阵，就是爱挖起来，挖伊个基础，啊，个基础咧扛落的时阵，这是技术上功夫爱盖好较有度。庙方按算短40米，规间庙搁爱西向90度，上无7、8天的时间，最后搁爱开1个月时间挖基础固定，才算是完工。迄时阵土地公就有新厝通住。记者陈家军赖维做屏东报道。行政院消保处针对5县市观光渔港附近的餐厅，抽查18间餐厅的沙西米，其中有14间无合格，甚至有的沙西米顶头的细菌超过标准7倍外。电视台摆办新鲜的鱼会，海产餐厅将食材上新鲜的一面放伫人客面前。厨房是无用料理美食，总铺也阁准备龙虾、沙西米布伫菜盘上菜。不过，毋那家人这间观光渔港餐厅有几啊间的业者，经过会被行政院消保处抽查到沙西米无新鲜，业者也拢表示已经改善，复查当过。
他有给我们期限，然后我们做改善。他要求我们改善的，我们全部都已经就是他有再来复检过，那我们也都是有抽查过了。高雄基顶这间海产店，沙西米成分数超标7.8倍，也被要求改善，业者也做出澄清，表示已经改善，也换正回厂商。感慨有缺失，就是阮大家拢爱改进，吼，阮源头阮拢爱改进，所以阮就甲迄间厂商停起来，阮就换经啊，嘿，阮就换经啊。消保处针对基隆汤圆台中高雄宜兰五关市的观光渔港餐厅25间抽查其中18间的沙西米的成分数无合格的有台中高雄甲宜兰的6间餐厅，沙西米的大肠杆菌无合格的有8间，分布伫汤圆台中高雄甲宜兰，限期改善目前只有1间复查中。1000个单位以下，它竟然超过1100个以上的，也有3家，那超过1000的话，里面有10家，这个部分都是量比较大，而且违规性比较多的。消保处强调，餐厅上重要就是卫生。沙西米若讲成分数超标，可能会引起民众吐甲流，一定唔改善，相关会当罚300万。另外，10万上25间中有20间无合格，其中8间有加抓出籍，拢已经完成改善。记者综合报道。小区花地昨公布4种幼儿仔伫咧食的，亲像是米饼、米糊一款食品，内面重金属镉超过标准值，其中有3种是伫咧宜兰生产的。县政府卫生局在今仔日去到工厂查检，内面有2件是旺旺集团所生产的，因也不会讲米是对农粮署来的，究竟是倒一个问题出问题，恐惊阁爱调查。宜兰县卫生局派人去工厂稽查甲抽验，要调查去互消基会验出米制造的产品，那像是重金属镉的量超过规定的限制，也佫有生产管理等等的情形。卫生局表示，产品会佫一概上验，检验的结果差不多7天至10天会出来。包括它的包装，我们也送到中央来律定它是否是属于婴幼儿产品。同时，我们也还会做另一次的检验，确认有没有超标。如果是超标的话，就一定会按照食品药物管理法来做裁处。卫生局表示，这个案件当伫调查当中，若真正有违规，佫无伫期限内改善，就会罚3万至300万的罚款。不过，其中2项产品是由旺旺集团宜兰食品公司代工的，业者讲因使用的是国产米，是甲农粮署买的。下部农委会讲，今年伫宜兰县抽验6件公牛，重金属拢符合规定。若要进一步稽考，就目前的制度来看，由农民搞的公牛。真恶追查就是倒一片产地种的。我们明年度大概会推更严谨的这个实名制的部分。现在不敢保证说以田为单位，因为以田为单位的公粮的这些储存的记录，是现在目前是做不到的。农委会强调讲，以公牛来做一般的产品，应该是无重金属超标的问题。今年检验合格的比率是98.5%。要若要做标准，搁较严格红仔咧食的食品。业者会当甲农粮署联络，会当到制作搁较适合的生产者。不过业者发声明讲，产品是一般的米饼，拢有符合国家0.4 ppm 的标准。不过卫福部食药署表示，若是产品的包装标示或者是宣传的文案顶悬有标示是互红仔或者是幼囡仔食的，就会认定是红仔或者是幼囡仔食品，嘛就要符合0.04 ppm 搁较严格的标准。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已经靠起升，咱来关心国际疫情。美国近夜当咧做辉瑞的武汉肺炎疫苗，那医护人员有驻代理的国防部长也拢驻台升。因为卫生部长阿扎尔也预测讲，明年3月进前有驻疫苗的人，大约会当来到1亿人。另外，新加坡也变做是亚洲头一个批准武汉肺炎疫苗国家，疫苗按算伫月底就会来到位。美国历史上上大注疫苗的计划当伫进行当中，290万剂紧急授权的辉瑞疫苗，优先予各地集会人、医护人员，也有紧急工作人员做。纽约州的护理师林赛就伫头一批的名单当中，象征美国对抗疫情的工作是够真重要的时刻。I feel great. It didn't feel any different from receiving my annual influenza vaccine. I am very proud to be a healthcare worker. And I'm also very proud to be in this position to promote public confidence in the safety of the vaccine. I encourage everyone to take the vaccine. 代理国防部长米勒14嘛伫华特里德国家军事医学中心大声注辉瑞疫苗，要甲大家证明疫苗是安全佮有效。Today, I am humbled to be one of the first of many DoD members
to receive the vaccine as a fulfillment of the department's mission on behalf of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in honor of all the hard work since early in the year that led us to this moment. 目前美国累计因为疫情死亡的人数已经正式超过30万人，注疫苗的代志就亲像甲疫情走表同款。卫生部长阿沙尔表示，明年3月底进前，全美国会有1亿人至少完成注第一剂疫苗。By the end of December, we believe there will be enough vaccine distributed to get a first dose vaccination for 20 million people. By the end of the first quarter, by the end of March, 100 million actual individuals who have had at least a first dose vaccination. 加拿大同款嘛，伫咧14开始注头一批3万剂辉瑞疫苗。当照护理机构的集会人，抑个有医护人员等等高风险族群是优先先注。I'm feeling okay, and I'm so grateful to be the first personal support worker to take this vaccine. We have been waiting for this for so long. And I'm here now, and I'm so thankful. 新加坡14批准辉瑞疫苗，加做亚洲头一个批准新冠疫苗的国家。头一批疫苗会伫12月底进前送到位。The Health Sciences Authority (HSA) has approved the Pfizer-BioNTech vaccine for pandemic use. The first shipment should arrive by the end of this month. 总理李显龙表示，伊甲较有辉瑞高的成员，拢会大声注疫苗。目的是要互甲伊同款的集会人会当安心，而且政府已经计划，互所有的新加坡公民，抑个有登记居留的民众会当免费来注。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根据着无国界记者组织上新的报告，到今年底，全世界封抓起来的新闻工作者有387人，这内面有61%的人是去互中国、埃及、沙烏地、越南加叙利亚抓起来。这是美国彭博社派驻伫北京的中国籍工作人员范若伊的推特网页。根据外电的报道，范若伊伫这个月初7为大爱功夫被真正名便衣警察抓走。中国公民范某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对这案件，后面公开呼吁北京当局，互范若伊必要的医疗照护，佮允准伊家己选任辩护律师，互伊甲家属用联络。后面也呼吁中国马上释放因为报道内容被抓记者。不过，这要求煞互中国政府非常的生气，批评后面干涉中国内政。中国政府依法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中国是法治国家。中国司法机关一贯依法办案。我们敦促欧方切实尊重中国的司法主权，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但新闻自由同款未能手的伊朗，虽然关记者人数无排入去前5名，不过当地时间10日，身兼自由记者甲以基金书相同身份的卢霍拉查姆被当局以串通外国敌对势力颠覆革命政府罪名来处死。2017年底，伊朗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当局指控查姆涉嫌煽动暴乱。2019年将伊抓起来，今年5月开庭的时阵，伊被判念出一段自白书，公开承认伊是受到沙特甲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几个伊朗伫中东的敌对国家的指数，煽动2017年底反政府示威，伫12日处死，享年42岁。公司新闻齐家仁编译。讲到地球暖化和海水也变较少，澳洲的大宝岛的船鸥也开始伫咧白化。澳洲的生态人员对2016年开始应用人工的方式协助船鸥塘生态，到今成果也真好，已经再造60个船鸥群啊。全球暖化、海洋温度升悬，使得船鸥白化，物种快速减少。对此，科学家甲大宝岛基金会联手，自2016年起，伫大宝岛群的产业岛头一摆采用气管方式保育船鸥，发现这批气管受精的船鸥，经过今年3月白化现象，而且成长状况良好，有繁殖能力。We've found a lot of very large corals that have grown from those larvae. So this proves that the larval restoration technique works just as we predicted, and we can grow very large corals from tiny microscopic larvae within just a few years.
碳酸铀正礼拜2期研究人员大规模收集糖能了后，学气管炎的技术，协助体外受精。因为受精卵真脆弱，一磕就破，需要用网格仔将因安置伫大石仔顶，使幼糖继续大汉。气管受精对体管酸铀幼糖的存活率甲成长速度有帮助。目前已经成功培育60个酸铀群。The smallest of them is still just a few centimetres in diameter, and it shows that even within one population of larvae that you put onto a reef, their interaction with their local environment is really important to determining which corals grow really, really quickly and those that take a lot longer to grow. 澳洲大埔群岛是世界上大的酸铀大群，全长2300公里，当年会当吸引200万名游客来遮。不过过去30年，已经有半数的酸铀死亡，严重影响海洋生态系统。即马人类用科技成功复育，有希望对酸铀的延续带来新的机会。公视新闻王碧文编译。国际奥会今年12月有通知中华奥会，讲台湾亚洲联的选手柯淑晶，同好保起了2012年伦敦奥运的金牌，是因为本地摕金牌选手去互验出使用禁药，经过层层官司，总算是确定啊。柯淑晶真也是台湾头一位摕到2枚奥运金牌选手。 2018退休了后，柯淑晶会去基层来帮忙。即马伫咧国立体育大学读博士。12月初，伊接到中华奥会电话通知，要展开2012年伦敦奥运女子亚当53公斤级金牌的地补作业。因为等蛮久了吧，所以就觉得，就是总算等到这样子吧。 为什么是总算等到的感觉？原来是2016国际亚当总会已经宣布，金牌哈萨克选手重新药检依然无过关。国际奥会有流程爱行，确定行线才来函通知。按规定，柯淑晶会讲去 IOC 的总部国外比赛，国内比赛或者是奥会颁奖。 在1月初的时候呢，我们要先将赎进选手的银牌先缴回 IOC。如果是最快的方式的话，1月底左右呢，这个 IOC 才把奖牌寄给中华奥会。体育署表示，等地补完成会补发金牌国光奖金，因为柯淑晶是逐月领，为2012年11月算到今年12月，补发362.6万的国光奖金。 当初他是银牌是38000，所以差额1个月是差37000，所以现在每一个月补的差额是37000。国光奖金的办法，2015年修改，柯淑晶2016里约奥运摕金牌，一个月领12.5万，加上地补的金牌奖金，估算逐个月20万。伊讲平常时无虾米开销，主要也是会存起来。记者从新志明台北报道。 人讲少年若无一摆讲路边太有游泳讲，伫苗栗有一位15岁少年囡仔，一个月13炸着5碗泡面，而且装备真简单的情形之下，讲要去爬关山。家属报案了后，已经有甲人找到回来。不过这件代志却引起众人批评，认为协助人员透明甲囡仔载落山，也是一件真危险的代志。山顶温度计放骨头，爬山的人行伫山路，都爱细字每一步拢大复在。 这是南投连果安东群山，地形困难都是真悬。不过苗栗一个15岁的少年人，这个月13敢若穿运动裤甲一领无利丝的衫，炸5碗泡面就家己去爬山。计划去5天的时间，不过到暗时却雄失去联络，厝内人真烦恼，随通报找人。搜救人员尾手伫天地山中找到伊。就是有个登山魂在那边，会通报是因为他真的装备是不足，而且太低温了。那气象报告说有寒流。虽然这个少年人有平安找到，不过后手却引起其他高山协作人员伫网络顶批评南投林管处的人员，以家属也有警方伫山骹真烦恼伫等待的理由。10时半暝，无考虑到安全，要求伫天地山中的协作人员用乌托邦把这个少年人紧急送落山。另外，嘛有3名搜救身份的协作人员表示，因是真愿意甲人斗3工，不过这个时间点确实是真无妥当。你今天在凌晨这个时间点找到他，他的人是没有异状的，没有必要在那个时间点就一定要做下车的动作。
那为什么不让大家都先休息？可是我觉得你为什么没有考虑到危险程度这方面的事情呢？家属还有警方在屯园跟山口很焦急的等待，而且这个少年似乎也有继续登山的这个意愿。那基于安全的考量，我们就在经过协作同意，然后在山庄管理员的陪同下，安全的把他送到屯园跟山口。南投林管处解说，这个少年的真坚持要爬山，在评估伊的状况了后，决定赶紧甲伊送落山。有2个林务局的人员做伙骑一台奥多麦，阁有一个高山协作人员，另外骑一台奥多麦载少年的落山。这个事件嘛引起山友社团的讨论，希望政府会当重视山林开放了后，民众爬山风险意识的教育。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有一个15岁少女，这个月11，甲一位22岁查甫朋友见面了后，说去互载走。查囡仔处理的人报警察了后，警方是沿路追查，12伫南投仁爱乡找到因。这个查甫朋友也互移送地检署侦办。警员甲同行机车查落来搬查，这个提案的，就是去互通报协顺的15岁姓的小女。若是家己在这个22岁姓李的查甫人，嘛去互带转去派出所。这个月11，警方接到报案，带伫咧高雄的15岁姓的小女，甲22岁姓李的网友见面了后，就去互载走，而且嘛无转去处理。经高雄与那个云林警方协寻未获，本分局员警在台十甲线20.5K。寻获该名少年及黄姓少年。警方透过姓的小女的手机的位置，显示出12个人经过婚姻关的拿来乡了后，就以车牌辨识系统发现同型机车伫12中途开始进入第14线埔务公路的仁爱路段，了后就来启动拦查。下晡3点外，伫咧第14架线20.5公里的所在发现这2个人，结束这场找人的任务，总算互家属会当放心。若是一个姓李的查甫人嘛，去互伊录有罪来移送地检署。专家表示，青少年伫这个时期，其太去互人关心甲注重，家属嘛要注意囡仔的行为，还有因伫讲的话。当那个家长发现孩子他的网络的一些使用比较频繁，然后网络上的一些活动能够多关心一点，那这样子你也可以会比较了解说孩子现在的兴趣是什么，然后他有认识到什么人。李福联并表示，厝内的人除了对青少年爱加保持关心，嘛要注意囡仔使用网络的状况。若是真正要出外，要尽量保持联络，还是甲电话拍开，才会当避免这款的代志过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云林西里分局有一位姓王的警备队警员，12月初4当日的时阵却雄死亡。惊透早举行告别式了后，上山头的队伍也特别经过伊在生进前所服务的派出所，真侪英国做伙拍拼的同仁也出来列队致意，要甲伊相送。西里分局员警列队等待出山的车队行经西里分局，所有列队的员警行礼，要送王姓员警一路好行。这个月4号会知影，西里分局53岁王姓警备队的警员，伊是因为气温变化，有高血压病史的伊，在执勤中倒落来，后来经抢救不治过身，好真侪多人拢相当唔甘。公祭，我们送他人生的最后一程。那会后，我们整个公祭结束，我们还有巡逻车来引导到我们他前服务的皮远派出所，还有西螺分局，送往他人生最后一程。也希望他一路好走，勤务结束了。西分局表示，这名王姓员警为民国78年就投入警察工课，到现在已经超过30年，差不多将人生的岁月拢奉献予警察团队，平时工课认真，好真侪同仁拢来送伊。他来我们西螺分局警备队大概有2个月多的时间了，那他上班是非常的认真啊，非常尽责，而且啊，他是看到人就是微笑，但是就是说他非常的亲切，同事啊、长官对他印象都非常的好。王广表示，王姓警员因公死亡案，嘛引起各界对警察工课重视，现在已经动用第2预备金，来买200支 SOS 智慧型的手表，提供健康高风险的员警来挂，以随时掌握家己身体的健康状况。记者为你报道。新竹科学园区今日举办40周年庆典，也颁发贡献奖予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甲联电的营务董事长周兴成等人。周兴成阁主动甲张忠谋握手，去互认定做是竞争关系大和解。
上台领奖了后，仍然用有董事长做行程，行向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两人握手，比外界认为是破冰世纪大和解。董事长刚跟曹总握手，也稍微下巴是说了些什么？方便帮我们分享一下吗？大家互相说好，祝福他健康，也没有什么心结了。你们媒体喜欢戏剧嘛？两人被传有如量情结，在半导体界流传过去20年毋捌见面，如今因为新竹科学园区欢庆40周年港台，讲到这世纪之压，做行成功无心结，也学到台积电的富国新山好成绩，也搁对台湾的未来发展方向提出见解。其实我觉得园区厂商可以合力推动几个海水淡化厂。那么第二就是电的问题啊。那如果我们做零排放的时候呢，又需要电力，那只靠再生能源绝对是不够的，一定要回到核能。没有土地的话，我觉得是很多初创业的公司都办不成的。那另外还有这个单一窗口的进出口的服务。台湾的科学园区年产达超过2.6兆规模，其中特区是台湾上大的科学园区，有关键地位。2020年多疫情，台湾半导体产达表现一完进展。这颗40周年庆，除了张忠谋甲做行程以外，宏基创办人施正荣、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也拢来领杰出成就贡献奖，贵为台湾半导体大头家合体，引起大家关心。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南部欠水真严重，就摄影师对天顶翕残盆水库，却看到水库内面拢伫咧发草。有网友所笑讲，这就是拍高尔夫的拍球场。其实发草就代表讲真久无水啊。知影代志的严重性了后，恐惊就是笑袂出来。这个青色的草坡啊，规片看起是真壮观、真美丽。不过这毋是一般的草坡啊，这是残盆水库的下底，因为欠水已经拢发草啊。今年水情无好。南部地区欠水，才有这款罕见的情形。这个亮灯啊，伫咧残盆水库水饱甜的时阵，是拢浸伫咧水底，即马欠水嘛拢浮出来。影片铺上网了后，有网友甲合作天然的山球场。昨天去那边工作的时候有去看，然后发现怎么没有，就是没有水，然后都长得青那个草了。到一上去之后，看起来很像高尔夫球场，然后网友之间就说。像一个蛮大片的绿洲型的高尔夫球场。其实这个影片讲实在的是呼吁大家能够节约用水。台湾上大的水库残盆水库，满水位是230米，即马水位降到203米，蓄水率敢若剩22.4%，水的量是1亿1413万吨。虽然讲水情无好，不过南区水资源局强调讲，供水还阁会当冻到明年6月份。目前我们曾文水库跟乌山头水库的蓄水量达1亿6320万立方公尺，蓄水率为27.8%。那我们也会开始做区域的一个调度资源，能够确保我们嘉南地区到明年6月供水无虞。这个比例景象的背后，摄影师吕宏杰表示，分享这个相片是要呼吁民众都爱省水。残盆水库提供南部农业的用水，不过经过水利署甲农田水利署的评估，目前已经停止明年早冬稻啊引产。针对这点，南区水资源局嘛呼吁民众用水都要较省的，共同度过欠水的危机。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只台湾乌熊进前伫台东的坎顶村中到落叶山底的歪亚索，落尾也送到滨科大野生动物收容中心进行治疗，却因为歪亚索甲乌熊的正边头前骹缩了伤过久，必须爱甲受伤的熊掌锯掉，才通好保命。兽医师也伫乌熊的身躯顶找到3大政治伤痕，也会做一回治疗。这只乌熊身体正虚，倒伫咧面床顶，兽医师正伫咧处理的伤势。伊的正边的前骹空水拢烂去，就先甲正边的前骹割掉，以免恶化。验过伫咧验伤时阵，也个发现伊的身躯顶有3个枪支壳的分量。有2颗子弹是卡在骨头里面，那有1颗子弹已经取出来了，那另外1颗子弹因为卡在骨头里面，并没有伤及到要害。
那未来我们会看这只黑熊复原的状况，再做后续的处置。这只受伤的乌熊经过初步检查了，判定伊无够两岁。进前伫咧台东的坎丁村被当地居民发现，卡伫咧用来掠山猪的陷阱内面，无法度振动。台东林管处接到报案了，会同兽医师甲保育单位的人到场解救，送去屏科大野生动物收容中心做治疗。术后到现在，黑熊已经有喝了一些水，然后吃了一些流质的东西。那目前黑熊的状况，整个精神上看起来是还不错的。台东林管处也提醒讲，野生动物保育法第21条规定，乌熊只有伫咧危害到人类的性命、公共危险的时阵，这种紧急情形，才能该抓或者是抬，若无相当会当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要若是涉人对这只乌熊开枪，警方目前已经伫咧调查。记者综合报道。社区要发展，环境就真重要。云林好宝的垦地社区就招志工，甲本地垃圾环境变清气，搁伫路边种一寡花草，就是希望社区的居民有生活的好品质。用骨仔甲土挖出来，做好一空一空，再搁甲花草草种落去。云林县好宝镇垦地社区的志工，大家拢非常认真，要甲这片草埔整理好水，就是望要互居民踮社区住了有舒适。卫生较好，较无放虫啊。你较早拢草作恶的，阮即摆是甲改善落，一个草叫卡拉机来拔掉，即摆则整做一个立美化，比较这大路较好看。这片草埔伫咧垦地社区大牌的边仔，无人整理，地树草啊是发甲真严，草一个多，都有人趁势乌白片粪扫。环境是阿早非常，也社区就向县府申请经费，招志工甲本地垃圾的环境变好清气。附近的居民看到草埔整理甲真好势，是真娱乐。以前少很多，现在是很漂亮。怎么说很漂亮？就是种花这样很干净，很漂亮。一个社区若要爱发展，环境舒适就真要紧。不过环境若要爱舒适，就需要众人合作，才有法度维持。其他的垦地社区的居民会当倒出来，同齐为家己的土地来打拼。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竹城堡有一座关殿古迹张氏家庙，经过3年外整修了后，按算要用庄氏家庙做主题，要变做一个儿童故事馆，希望互囡仔会当了解在地文化甲祖先的过去。新堡顶馆张氏家庙起点当地7年，原底是一栋2层楼的建筑，日本时代火火烧去，后代子孙登起了，敢若剩1层楼。有一段时间渐渐放远，最近经过3档外整修，才互老建筑的风貌重现。10几年前，因为年久失修，有虫蚁的危害严重，所以确实有点会倾倒的那个危险，所以要重修那个工程。照原来的方法去考证，那个是最困难的哈。也当初花了比较多力气去找一些学术研究，也知道了它原本是怎么去处理这个湿壁画，然后也去透过一些剥漆的方法去考证它原来的题材。张氏家庙对顶啊到厝内底地板，全部拢是用青豆石来铺，虽然目前无人住伫内底，不过保存甲真完整。过去家庙头前，佮开放附近居民拍照啊。那我们希望结合着历史文化的保存，然后再结合现在让我们传承我们的后代的像我们的子孙啊，像我们的小朋友都能够进入到我们新埔非常漂亮的一个宗祠家庙里面来使用这样的场域。张氏家庙修好了后，未来升做新竹县第1座以庄氏家庙为主题儿童故事馆。囡仔通好伫遐哪佚佗，哪实在客家文化。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伫咧台湾有定定讲，即个用袂着物件摕出来做爱心寄杯，真也有中国乐器所组成的乐器银行。教育部结合着产业、官方、学校3方面的资源，收集各界所管出的乐器，若准偏向学校有需要，就会当来申请使用。学生伫台顶演奏美妙的乐声，即阵囡仔使用的乐器，拢是来自乐器银行。各学校用袂到的乐器，阁有民间团体甲产业界囝妇要来支持偏向学校的音乐教育。
这位来自卑南高中的学生，喙唇到下颌长长一期，是因为培养嘛，并且事件留落来。学校因为这场意外失去2位老师和3位学生，学校用音乐带领师生行出悲伤。几年前因为火车的意外事件，我刚好有机会到卑南国中，看到这个学校特别透过乐器艺术来对师生做一场最好的疗愈跟抒发，而且呢更把这个难得获得到的这种资源把它又另外一个展现。这个特别的感谢校长还有我们同学。教育部为2016年开始委托实践大学办理乐器银行，希望丰富偏乡的音乐资源。这几冬落来，计共募到2119件乐器，每学生讲200多间的学校。我们继续来善尽我们的社会责任我们希望将来每一个学校都有乐器，每一个学校都可以有乐团。那我们也希望每一个想要接触乐器的同学都有一个乐器。教育部长潘文忠表示，乐器银行其实是教育部咧推动美感教育内底一项真重要的计划。乐器银行会当顺利执行，是产官学共同打拼的成果。嘛鼓励学校民众甲用袂到的乐器管出来，互偏乡学校有搁较侪接触音乐的机会。记者杨淑静、曾培文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14度到19度，中部地区对16度到25度，南部地区对17度到27度。东部地区对15度到2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8度到20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马仔今日时间咱再会。